來看這條非常危險，這國道1號標的3期路段，昨有一台廂仔車要去機場的半路，和頭前的電動車相壓，兩名駕駛就落來看，煞徛一個內線車道遐，後邊呢就一台白色轎車駛正點，就安尼甲撞落去，造成6個人受傷，其中2個不幸死亡。那這電動車的駕駛也因為重傷，佇驚透早也來過往路。警方調查發現，講這白色轎車真有可能是使用輔助駕駛系統，那詳細原因佫需要釐清。車禍現場一位查某駕駛坐佇內側護欄，意識清楚，只受到輕傷。伊就是造成二度追撞的細林駕駛19中道國道1號苗栗3期路段發生這件車禍。烏色廂仔車甲電動車先佇147.8公里的所在內線車道發生相撞，雙方駕駛落車佇路中查看佫協傷。不過，就佇這個時陣，另外一台白色的轎車真緊駛過來，第2擺追撞，造成2個人受傷送醫，其中2個人受傷嚴重死亡。本人駕駛人江南林女報請檢察官抽血檢測中，林女酒測值為0。江南及車上女乘客53年次菲律賓籍，送苗栗大千院搶救無效死亡。上頭先發生相撞的電動車細膩駕駛，雖然捌恢復生命現象，也不過20透早，也因為受傷受重死亡，造成死亡人數更增加1人。根據細膩駕駛，向警方表示要開啟 ACC 輔助駕駛系統，後來佫變講袂起來，警方繼續來查清楚代誌的原因。我現在都不管他。哦，他方向盤，他會車道置中，因為這還有車道置中輔助。哦，他一直保持在車道的中間。實際上路實測，駕駛配有 ACC 輔助駕駛系統的車輛，會當正確控制車道之中對車距離甲速度，必要時也會當啟動 AEB 自動緊急打檔案系統，達到主動安全的防護目的。也不過專業汽車技師表示，雖然 ACC 是利用車頂的雷達甲點樣機來整合主動安全系統，也不過駕駛人也是袂當無專心。你已經預判到它那個是靜止的，可是你的 ACC 系統沒有馬上介入的時候，你就必須要把這個駕駛這件事情接管，哦，你就必須要做正確的處置，而不是去等待我的車子，他怎麼不剎車，他怎麼不避讓，這樣是錯誤的。汽車技師表示，輔助駕駛無等於是自動駕駛，佫較袂當取代駕駛人，建議這會當使用佇路況較少、固定速度佫較長途的路程，使用中毋但愛繼續注意路況，加上防衛駕駛的概念，才會當確保安全。記者採訪報道。